大胆妖怪，你也敢只害人扩外厉害？走哪去？哦，摆开啊！啊，这个妖怪，我要甲收拾，你是安怎？你想出手？你当作我目睭吐泪哦？你当作我唔知哦？啊，你就知是妖怪，无代无志，你想放伊走？哎呦，你这个性就是袂改啦，啊，搁遐尼急性，遐尼傻啦，啊，无分讲好妖啊歹妖，啊，就对人安尼要共伤害，你安尼唔对呢？你讲伊拢好妖，还是歹妖？借问下，你敢知？啊？我唔知。唔知，唔知你搁放伊走，啊，若到时去害人哦，我讲，摆卡你就有代志。我甲你讲，你唔对。我头拄仔是甲表示讲我捌倒妖尔，伊就随变一个包仔甲水要互我刺激，可见伊心肝非常的善良，无可能害人啦。哦，人也讲哦，人啊呆哦，看面就知啦。啊，迄妖怪逐摆嘛是拢啊，饲甲你肥，才来甲你抬。啊好啊，你这个老番颠啊你！我老番颠，哎呀，你这个臭小囝，你啊，加到大细声。我本来就臭啦，安怎？哦，我跟你讲你，哎呦，摆啊！哦，啊，你平常时都安尼摆足歹看，即摆搁去闪着腰，行路五咧五不全，搁更加歹看。你讲话搁较歹听，啊，拜卡就拜，什么讲不全？你规矩讲我歹甲独地啊，谁毋知影去互一个人甲害？去互害，啊，到底去互啥物人害？你大妖怪啦！这项我都害呀！边个？小等你啦！啊，有人来啊，先离开。边个？哎，你遐一只秘书敢若好神啊，对调调是要创啥？边个？你听我讲啦！讲啥？做你讲。哎呦，边个啊？边个？咱拢家己的人对无？为了这小可代志安尼生气吼，安身体会怕歹啦。我？甲人咧生气是甲什么人？啊，都迄关哥无？哦，你有搁咧讲迄个代志哦，就是我甲李托怪的代志就对啦吼。我甲你讲，那我卢洞宾伫咱八仙内底，我的个性上介随和。人若莫来惹我绝对袂去惹啦。迄都是因为伊李托怪个性伤过了霸道，定定要来惹我，无我绝对袂去惹伊。啊，毋过你爱知呢，边个？你咱八仙内底吼，你算排第2个，你阿哥呢？阿哥爱有道理，爱原谅小弟啊。讲起来阁有道理哦，我爱原。借问咧，李托怪是互你偌济好处，也若无你若伫替伊讲话哈？哎呦，无啦，边个你冤枉人啦？人哪有啦？我是想讲哦，咱大家拢是好兄弟啊，所以讲哦，在百姓眼中，咱八仙呢上介团结的啊。你即摆来乱哦，人会甲你笑呢。这。对啦，斌哥，阿豪讲了无毋对。你莫生气啊啦！因为一杯仔替你煮的青草茶，刚火气，一寡无爽快，还佫有甲你讨款的代志咱拢甲放互袂记哩，好无？只要有你好善骂一句话，我就拢甲放互伊袂记哩。差遐济，人有嘴讲甲无烂，讲规宝你就拢袂答应人。好先搁讲一句话，你讲好，我拢听你的。安怎？你是食错呢？斌哥，行，我带你来后山四界行行。阮这后山风景足水的呢，你若去到遐，一定会足欢喜哦。咱莫带伊去。惊。这个风景都袂歹，后山的风景阁比这个所在较水啊。安尼先骂会带咯。斌哥，随我来。行。好，别气死我，别气死我！后山风景较水，后山梦上高，去两个拢叫对我死。公主，请你莫生气啦。你哪伫遮？咱是莫讲这啦。公主哦，看你遐尔生气吼，无安尼啦，咱顶工吼，伫咧遐安尼唱歌啊，遐尔闹热对无吼？安尼唱了袂歹呢。哎呦，红豆，你搁唱一个好无？你安怎倒伫遮哟？嘿啦，
好好好，要唱歌就来吼，咱搁继续第三杯酒吼，来来来，将脚腿压悬悬。嗨啊啦，嗨啊啦，嗨啊，嗨啊啦，嗨啊啦！是相思啊，是啥物代志咧害啊啦？啊大惊，这个声，阮两个咧跳舞咧唱歌哩哦。哦，姑娘，姑娘，你也伫遮哦，真歹势，真歹势。啊，你若要唱歌跳舞哦，小等咧，小等咧，外口即件代志先处理一下啦。啊是安怎啦？恁知影谁来啊无？啥物人啦？李托怪啊！啊，乖阿哥。嘿啊。哎呦，啊两位仙翁啊，啊是啥物风甲你出来遮寒舍，实在足无简单的了。啊，什么代志啊咧？啊，就拜吼，啊，人咧艰苦啦，你搁住咧遮附近，我想讲吼，带来遮安尼大两工啊吼，静养者，毋知你有欢迎无？啊，甲平常时要请你嘛请袂到，啊哪有可能无欢迎啦？对啦，大哥啊，啊你讲人蒙所块是人安怎遐？讲到这我就生气啦，啊，谁毋知又去伤着啦？吼，拢是迄个啦，迄个李东斌害的啦。我甲你讲，即摆吼，莫互我看着，若我看着吼，我一定吼好好干。怪哥，你莫生气吼，你当作我无问，当作我无问就好。好。啊，对啦，乖啊，你讲你即摆吼要着伤弟的，毋通安尼受气。这万一肝火若搁压起来就毋好。哦，去伤着腰吼，安尼就较费气哦。是安怎？咱查甫人上惊就是讲伤着腰部，万一若讲牵连到腰子啊，迄个你就知影嘛，对毋对？所以讲吼，你心情保持要较平和咧，做你安心啊，甲大落来，好啊疗养。仙姑的做人，咱大家拢知影，伊做人真海派，真豪爽。你若大来讲看欠啥物爱啥物，你做你甲讲，做你莫客气啊！去交了，交了。哦，你莫甲我抱甲安尼啦，你当作我是土地公有求必应了。我安尼讲是好听话了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哥啊，仙哥啊，仙哥，仙哥。啊，仙哥啊，啊内底的房间吼已经准备好啊，会当请咱这歌佬吼，甲咱这管仔哥入去内底了。恁两个也来遮？嘿啦，嘿啦。安尼我失礼。乖哥啦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恁两个伫遮吼，迄个地国边仔一定伫遮啦，我无要再带做伙啦。好啦，小等你啦。安尼啦，迄个bingo吼，伊无伫遮啦，啊，都阿豪吼，甲小主，因两个吼拢定定咧照着来我遮佚佗啦，所以伊无来啦，甲恁两个听啦。干嘛呢？对啦，乖哥，迄bingo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啊，迄哦，一只敢若袂是触鸟掠敢掠掉哟，伊拢安尼分油素，嗨，这伊断袂掉啦。哎呦，你无骗我？无啦。袂啦，迄个乖仔哥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甲你骗的。啊，你若毋相信我的话，你会当问阿豪啊，伊会当就抓。好啦，我就做啊，无咯，相思啊，当时该安尼。对，就是安尼对啦，哦，就是安尼。好啦，我就抓啦。我若骗恁吼，恁大家头毛落了了。我我咧秃头搁落了。安怎啦？无代无志，讲逐日头毛了你。谁叫你要拍一件棍互我教？乖啊！做无讲大家拢安尼咧讲啊，你也无要相信了啊？对啦，乖啊，你人咧艰苦，啊，做你甲大落来啦。好啦，既然恁大家拢安尼讲啊吼，啊我的腰子完啊，我若真忝啦，我甲带遮好啦，交了。没，阿豪小主，恁带乖仔哥入去休困。好，听乖哥请。你莫我来，莫我啦，我啦，免啦。你要甲父母娘拢换到迄种型的，愈吐愈紧。仙姑啊，国舅啊，敢真是变的无住遮？有带遮啦。那恁两个惨啊啦！大个爸的脾气夭寿歹，你若互伊知影讲吼，恁两个咧骗伊吼，恁皮温咧会上我讲。这风景确实有影袂歹。我的剑在反光，我的剑若是反光，就代表讲这个所在附近一定有妖魔鬼怪伫的。到底什么所在有妖魔鬼怪？
哎呦，你嘛莫互我咧活要惊死！斌哥啊，你是咧创啥啊？我咧找妖魔鬼怪伫什么所在？啊？阮兜会红妖魔鬼怪？你毋知哦？我这支剑，若是反光的时阵，就是代表讲这个所在有妖魔鬼怪伫的。拄则我的剑有反光，所以我即摆伫咧找讲妖魔鬼怪到底秘伫倒？无可能啦！啊，我知影啦，斌哥，是你这支宝剑吼，你甲你讨食啦，伊巴肚枵啊啦！你当作我这支宝剑是普通的宝剑了？迄是普通的宝剑，毋才有剑鬼。我这支是正义之剑。若咱八仙内底伫要斩妖除魔，拢总是靠我这支宝剑。我这支哦，毋是普通的剑，你知？一定有啥物妖魔鬼怪，我找看觅。不敢大哥，拜托的啦，你着千万唔通叮当呢！你若叮当吼，我的命就休去啊啦！我求你啦，拜托啦！嘿，趣味，真趣味！迄有当时啊，人要甲你指模，你误会讲会人要甲你教。这何仙姑呢，对后壁，叫这李洞宾的肩胛头甲打一个，哎呦，李洞宾错一条，到底是何方的妖怪？你武器衫就要甲扑落，嘿，敢扑会落？明仔载看咧，真趣味哦！